世界万项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现主时12月，咱台湾会热冷，去到高山，去到海岛，你敢有感受过零下68度的温度是偌冷？那么今仔日真荣幸邀请了两位，对着这个冷感受真深，心肝的冷，甲身体的冷。今仔日要来介绍一出纪录片，叫做《冰封的记忆》，导演柯明顺。主持人你好，我是柯明顺。那么第二位呢，伊嘛描写过伊的阿公，这个叫掠去到西伯利亚做这努力，后来转来到台湾的故事。陈立行，咱日治时代台湾史的研究者。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立行。那么今仔日呢，唔是安尼做讲啊，观众朋友若无看到一丝丝啊，伊嘛唔知咱咧讲啥物。真侪人对这个物件是完全唔捌听过，我会听过嘛，是因为但是你迄本册，甲另外一位台北教育大学一个老师所写的这个论文，有略略听过阮老师，因为我家己做这台湾史，老师有讲过，讲咱台湾的军夫军将有诶送去西伯利亚表现真侪人有做这个故事。咱台湾做故事，敢若在座这两三位安尼啦，真无简单哦。我要先互观众朋友来看一个片段，这个片段2粒蒜头，这2粒蒜头我看了记忆真深，就看了哇，迄就是讲这个柯敏信内面这个主角咱小人来讲，伊是啥物人？伊过去在兵仔营内面会属下传令兵，来甲伊过身的时阵来甲哭亡来甲念香，哇哭甲安尼，伊囝孙仔讲你哪会哭甲安尼讲伊用2粒蒜頭甲我救過，咱到底哪里看？今っていうかお父さんの真相っていうのを前にお葬式が終わった後にお父さんの当番兵だった人がお参りに来たんですね。でお葬式亡くなったの知らなかったからって言って、そして来た時にもううわーって号泣してで「タイ殿」って言って大きな声で泣いたんですね。そしてその時に食べ物がニンニクが2つしかなかったんですって。その方がなんか病気になっちゃって、そのニンニクをうちの父がなんかあげたんですって。で私が今ここに生きている命があるのはそのおかげだって言って、もう本当にすごく泣いてっていうことがあったんですね。それは本当に私は父から聞いたことないし、それでニンニクが2個しかないっていうのもちょっと考えられないんですけど、それをまた人にあげら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それは本当に知りたい、父はどんな人だったかとても知りたいと思うきっかけになってはいましたね。咱看到这个片段我要先问导演，是因为整个这个纪录片是你亲身去行过是偌冷。坦白讲，我去的是唔是经上冷的时间去？我看讲唔是讲细真高。因为我爱一寡景袂使已经结冰，还是拿雪拢看伫顶天气就歹。问题是迄个地景会看袂出来，所以我是经一个时间，就是迄阵啊政府，互这个火车送入去西伯利亚的时间，就差不多伫咧10月啦，伫咧10月。10月你甲咱讲差不多几度？我入去的是零下10度以内啦，无可能低啊啦。但是体感的温度呢，以咱台湾人南国出身呢，
你若有看过迄个片，你就看我过包起来。过包起来，我哇，迄是包甲那是肉粽啊！因为咱嘛应该嘛拢有去过北海道啊、北海道，对对。啊，但是迄个所在我会感觉讲伊足大的，啊，所以咱会感觉更较寒一丝啦，体感会更较寒一丝啦。但是实际温度无甲讲像你拄仔讲的迄政府吼，伊迄零下50度，尤其迄是几冬进前的代志。50度迄时阵也是李行的阿公吼，伊捌经历过是上低温度是安尼。啊，那迄个所在上低温度，李行查就是你拄仔讲的零下68度的。所以我去的是无遐尼寒，但是讲去感受讲因为遮尼就是讲为南方红送去遮尼北方的所在，遮尼寒，迄些感觉是。对啊，日本时代，神秘的巴拿那送来的是，遐连巴拿那都唔知是啥物物件哦。但是迄2粒蒜头，你听到你当场听到这个故事时，你的感受是啥物？啊，西伯利亚政府的故事就是阮去拍这个访问进前，拢小可有了解一下啦吼。知影讲因的粮食真欠缺安尼，但是毋捌真正听过讲遮尔啊困苦，就是讲已经剩2粒蒜头啊，柯秉成伊就爱搁分互伊的同袍安尼吼，淡薄仔足 surprise 安尼啦吼，啊，但是你会去想讲，若家己伫迄款的环境，你有即款的，毋管是2粒啥物啦，你会本人袂吼。我感觉当然伊的查某囝会感觉，即个记忆对因来讲，伊毋知影为虾米伊的老爸会拄到即款的代志，啊有啥物有即款，咱讲即款伤怀吼，会使分互伊的同袍，所以我迄阵仔听着的是有小可感觉，那我有法度安尼无？啊为什么伊会使安尼？你拍完这整个纪录片，有互因看过？目前还无拍，包括立行，因拢立行也捌看吼。但是你有感觉讲，恁甲伊互动了，甲翕眩了，有大概了解因老爸过去的这个经验无？尤其是柯秉成的查某囝，就是这个因子然后 Echoes 啦，伊的改变是较大一丝啦，因为伊一开始。伊无啥知影讲伊有啥物动机，就爱去了解伊的老爸。啊，因为我有找一寡资料去互伊看。无啥爱睬伊一开始嘛袂使来讲，就是伊无迄个动力啦，吼。但是伊看到我早期的资料，比如讲迄纪录片内底有看到伊的爸爸就是柯秉成，伊要去做兵的头一档，咱台湾的报纸就刊出来啊。伊看到这个报纸是伊非常的意外，讲哇。这为什么是安尼？阮老的较有名，个新闻纸搁也卖。所以我尾后我就鼓励伊讲去甲日本的厚生劳动省去申请这个西伯利亚的资料，啊，伊就真正去申请啊，因为伊的爸爸的柯秉成先生伊是军官，所以伊摕到的资料真详细、真济，可能比你行的阿公的资料搁较济，所以伊看到这个资料的时，伊可能有一个感觉就是讲，为什么伊伫我出现了后才想要去做这个代志，毋是伫伊的爸爸还搁在世的时阵，淡薄有这个遗憾。但是我会使感受到讲，至少伊开始做这个代志啊，包括伊开始去整理因爸爸的日记啊，真正详细去看内底到底是写啥物内容，啊，有写到，啊，搁真侪故事通好听。伊尾也找到日记，大概因爸爸写超19档的日记啦，啊。迄阵啊，日记其实是阮先帮伊看过，阮帮伊看过了后，阮甲伊讲，内底有几篇是写着甲战争有关系，啊，伊就开始甲迄日记早起，阮带伊去迄个影印店去 scan 吼，所以即摆会使用电子的，电子啊，因为我甲讲这日记若定去现，可能损毁吼，啊伊就。我应该问你讲，你敢有家己的处理士大人是在西伯利亚？无啊，你啊，人入行是有通好，就啊，你是啥物动机？这个问题我常常访问过，就是讲，对啊，因为我这10档来，我常常做的纪录片，就是甲台湾史有关系的题材。迄阵啊，就是做到一个时阵呢，是要找新的题目嘛，啊，加上我
我去读一个甲台湾史有关的研究所硕士班安尼吼，迄阵啊为着爱论文嘛吼，甲立行，甲立行咧讨论。我本来就知影有出一本册啊，但是迄阵啊，无想到要拍这个题目，因为我知影讲伊阿公无伫咧啊嘛，唔知要倒唔知要去受访者伫倒嘛，唔知影。一直伊甲我讲，其实还佫有一堆，还佫伫咧，就是即个纪录片内底会使讲是主角，就是魔镜来。伊主要就是马烧欧亚嘛安尼吼。因为安尼我才开始的啦。较合的，就是讲我家己的爸爸吼，伊嘛是1927年出世，甲五常同年，但是伊无去做日本兵，因为迄阵啊，征兵的年岁伊拄啊无去重叠着。啊。所以我尾后有甲五常讲这个代志，甚至我炸阮爸爸的相片，但是伊就是伊尾后就是去做，是国民党政府的做兵啊嘛，伊是医官嘛吼，我摕迄相片互伊看。所以其实开始是安尼，我家己本身的许多人并无甲西伯利亚有任何的关系。即边缘分哦，因为入行的关系嘛吼。那入行的即个过往吼，尤其甲因阿公、甲因爸爸的即个互动，我感觉真趣味呢。你嘛是因为爸爸无爱，阿公有定甲你讲，你的产生的即个趣味是因为听过。的趣味，还是讲无？我纯粹因为我的背景，我是学历史的，所以我挑工要来甲看，要来听。这个过程是，其实我细汉有一段时间是困伫阮阿公的边啊。哦。阮阿公伊就是伊真爱啉阮宜兰迄个红卤酒，阮宜兰迄个 radio 有法度听到迄个 Okinawa 的 radio。放啥？伊就哪听，伊就讲故事我听。我本来想讲，这个故事应该是无适合讲互囡仔听。伊讲啥物？伊伫咧西伯利亚的时阵，甲伊共款鸡仔，互掠去遐的人，偏甲鱼仔伫外口伤久，尾背落鱼仔就落落。刚刚咧听艋舺。嘿，对。安尼开始。为遮开始。吼，这吼，他拄仔咱讲着柯敏信先生，搁讲着入行因阿公会摕这个故事。但是哦，咱来继续互观众朋友吼来看几个片段吼，这吼，尤其是你做一个孙吼，恁爸爸其实无爱你嘅，毋是讲无爱啦，对着家己老爸这个故事其实是无啥爱，无关心啦，哦就要创啥你去采访着马少，伊嘛讲，阮囝嘛无啥爱。这是安怎一回事？这纪录片内面吼，有小可有甲你解答迄个气氛，咱来自我观照讲，咱对咱家己的时代是毋是有理解呢？有理解因过去所行过的时代，甲咱这个台湾的故事，到底来看。でもそして私のその家族と同じように祖父は戦争体験をして、そしてその祖父の息子は自分のお父さんのことはあんまり興味ないの人はとても多いです。私はね、子供一人だけだからね。で医者でしょ。全然もう興味ないんだ。私の息子は全然私の過去に対して興味がありません。ちょっと不思議なくらいですけどね。同じ孫はもう30代が3人おりますけども、全然話題に乗りません。はい。非常に寂しいですね。まあ僕としてはこうやって生き延びてきたからね、まあ新聞記事とかそれを見せるけど反応がないから、まあ寂しいですね。はい。他拄仔咱看到就是真趣味吼，二代甲三代之间无共款的态度吼，
这先互入行来讲吼，你也看我讲，是安怎？阮阿公才爱讲，阮爸爸无爱讲，无爱听，无爱讲无爱听，会造成因爸仔囝会冲突吗？敢会？其实阮爸爸是一个，伊大汉后生，伊是一个真有效的囝，但是因为台湾史的变化，伊甲阮阿公受的教育是两种完全无共的系统，这就是因两个人的真侪观念拢无共款的所在。尤其是阮阿公甲其他转来台湾的为西伯利亚转来台湾人无共款，是伊足想要讲互家己的囝听。因为这个故事伫戒严时代是真恐怖的代志。伊甲共产党有关系。对，阮阿公互监视战后20-30年。哇！阮有迄口导演有找到资料，对。所以恁阿公咧甲你讲的时阵，迄边啊安尼，有安尼咧想了咧看迄种感觉。阮阿公是无即个，伊都是参像迄个。伊袂甲你讲就对啦。对，伊就足自然咧讲，互监视是阮尾仔才知影。导演也有讲，即摆来研究历史，是为了要反抗迄个历史。两位对这个代志有啥物看法？因为真侪人看纪录片，敢听歌啊尔，这歌真好听这纪录片内面爱采取啥物观点，其实嘛真费思量的。导演你安怎想？我感觉因为我家己的年岁受的教育其实我淡薄仔甲立行的爸爸就是陈大哥，中国的思想我嘛。咱拄好三头一级，咱读的课本拢是中国史为主嘛，所以咱受的这个历史的观念，其实甲陈大哥是相像的嘿。但是我家己会感觉讲，当然这个教育思想的这个物件，无法度伫一短的时间去做啥物改变啦。但是我希望讲会使借这个纪录片，大家去思考讲。虽然咱对一寡家己所坚持的代志，会使讲一番大道理出来，但是咱嘛要去思考讲，甲咱无共款想法的人，伊嘛是共款的状况。伊是安怎想？对，咱若无去了解，对，咱若无去了解讲伊是安怎想的，咱定定会徛伫咧对立的这个态度啦吼。我感觉这对台湾的未来毋是好的代志，所以这嘛是我一直想要用纪录片。传达这个观念，就是讲，你伫咧内底会使看到一个故事，但是你爱去思考，就是讲，若是我徛伫咧对立的迄个位置的时，我会安怎做，我会安怎思考。有影咧，去到遐去用改造，真侪人拢爱加入共产党，去用监控，尤其我袂当爆雷啦，你家己去看，就是迄个时代若转来啊。对共产国家转来的人迄顶头拢大乌云啊！你甲咱讲看卖，迄阵时，恁爸爸后来看到你写这个故事了，伊的反应是啥物？其实阮爸爸，我一开始要甲阮阿公访问的时阵，伊是因为阮爸爸的性格是真好，伊无讲足生气安怎，就一直咧念讲，你是安怎要访问阿公？我就讲阿公都有伊的无共款的即个过去，是安怎袂使甲访问？尾仔我就说，甲阮爸爸讲，阮爸爸就甲我赞助一台录影机，我去访问阮阿公。所以伊是听我，伊毋是因为爱因爸爸，伊是听我，所以才赞助我一台录影机，来甲阮阿公录影。对联下要出版进前，伊有甲我讲，恁阿公的代志我少了解。伊的意思就是讲，毋免特别甲讲，因为我嘛了解讲，伊对阮阿公的看法，所以我找出版的时阵，其实我无惊伊。可是因为迄年过年的时阵，我就转去过年，是阮妈妈为册桌仔内底拍开册桌仔，甲摕我迄本册摕出来，伊就讲，阮妈妈就讲，我叫恁爸爸去买。我就讲爸爸，你叫我缴，你就好啊。你是安怎搁去买？阮爸爸就讲，
啊，无啦，这替你增加这个销售量，销售量啊，对啦，嘿，安尼都有这个过程。那好民主呢吼。无啦，阮爸爸是真正是，伊是一个足有效的大汉后生啦，这我会替伊讲话。啊，嘛是友好老朋友，好主。对嘛，足友好。但是就从此以后，你敢有开始咧谈论讲，对着这个国家历史啊，恁会搁再讲到这个话题袂？其实我知影伊的观念，伊嘛知影我的观念，甲伊完全无共款，所以阮若搁讲落，迄是气氛会无好，不如就莫讲，啊，家己互相知影，互相尊重，啊，就莫讲迄个。安尼是真好啊！对，所以我伫联合内底嘛无写着特别写着伊的部分，因为其实迄是阮阿公的故事。尤其吼，导演在那边仔观察吼，佮甲你注解。即我袂当吼，观众朋友透露，我袂看。我袂当甲你爆雷啊！哦，这观众朋友爱家己去评判，先吼留一下，这互你评判，伊甲你注解者，讲你爸仔囝的这安怎都安怎吼，迄真趣味。这吼历史毋那是迄个高大上，迄种历史，嘛是小人物吼。啊，因的即个过往的生活，我要甲你请教吼，恁爸爸甲恁阿公，尤其恁阿公对西伯利亚转来了，伊食啥物头路？一开始是那是受到监控的时阵，因为阮阿祖是宜兰的一个真有名医生，阮兜是开皮内病院，伊转来的时阵就先伫个皮内病院做阮阿祖的助手，尾啊伫民国48年的时阵才出来家己开药房。哦，所以就自谋生路去开药房。啊，但是这个受监控这个当时，拢是安尼嘛。着防监视是第一，阮有看到迄个资料。第二是阮阿公的兄哥的后生为日本转来，伊进前甲我讲，伊以前为日本转来的时阵，阮阿公有甲伊讲，就讲。亲像讲，每一日拢互人监视迄个生活是过了真痛苦，嘿，真痛苦。所以阮阿公为着要互伊家己小可莫遐痛苦，就一直去钓鱼啊。钓鱼啊，钓到我细汉还搁咧钓。哇！啊，你看到迄个监视的档案内面有写什么这个情节在内面是素人感觉讲哦，尤其阮有当时。去调阮学生时代看有向监视迄个资料，哦，看到讲哇，实在起码是真活蕊呢。陈以文伫我写册的时阵，找到一份较新的资料，就是伊是1948年到台湾的，29年了后，阁有一份档案是咱的核能电厂台电，台电咧等于讲是咧调查因的即个。合作的厂商的这个名单，内底出现一个人的名叫做陈以文。啊，这份档案就是公文咧查讲，这个陈以文是毋是为苏联转来的陈以文？就咧写讲是毋是共名共姓这个人。我看到这个资料时，我就随甲讲，淡薄仔去家母配，就是讲，已经29年了后啊吼，警察的资料抑阁是登记这个陈以文是为西伯利亚转来。意思就是讲，那假使这两个是同一个人，伊阿公的陈以文就无法度有这个头路啊，伊就过就这个名就用掉啦。哇，咱会这样调，观众朋友你就知影，但是这个物件无伫纪录片内面。有来影像，有放这个档案，但是无详细去解说啦。哦，这个特别吼，互恁放好味啦。但是吼，下来咱要来继续来看吼，看这吼。是安怎？因来台湾，转来台湾时阵受监控，这毋那是伫台湾的。日本人转遐日本了吼，因为真侪人在西伯利亚的时阵就加入着共产党，吼，这马萨奥上，15进来伊是带头东外，差不多2档。伊转来，伊讲伊安怎，啊，别人就无一定哦，连车头路就受困苦哦，到底哪款？伊嘛有日本文的新闻啦，迄新闻是小说顶下尔，就是
资本主义有较歹拄较歹啦吼。共产主义是安那好安那好啦吼。你若顶头都有当啊食，无顶头就无当啊食，意思是安尼。共产主義是安尼較好。父は台湾にそのまま飛行機で帰ったんですね。そしたら祖父が帰ってくるなって言ったんだそうです。敵の国の戦争に行ったから戻ってくるなって言われて。そのまま引き返したって言ってました。はい、日本に。それはちょっとびっくりですよね。不管是等于日本还是等于台湾，离开这个所在就对啊。所以迄款思想教育，我感觉是非常的恐怖，因为伊甲你的未来会使等去厝里白做伙。并不是讲要去详细讲这个西伯利亚政府的历史，为这个故事会使看出讲。为家己开始去做起，咱去了解咱家己的爸爸、咱家己的阿公，甚至搁较顶悬的时段，到底做过什么代志？啊，无咱是要咱把这个记录传给咱的后生、咱的查某囝咧。了解过去有啥物，咱有啥物内容，上重要的就是讲，伊会互你知影你是啥物人，你应该变做啥物人。你若是无了解历史，人讲你是啥物人，你就是啥物人。太多人看到吼，你就知影讲，其实啊，这个历史唔那是讲啊，去遐足冷啊，这种放转来啊，去遐足困苦啊，做铁路啦，做粗工啊，做啥物啊，安尼无通讨食尔，啊，搁爱受共产主义的洗脑，这内面吼，就真济情景，而且啊，搁带着我要想问，这个柯敏信的代志。柯敏信先生吼，因老爸就柯炳，吼。柯炳有一个真有名的说阿孙啊，叫做柯朴允啊，吼，大家都知，这就是吼邦桥林家的少王，大好野人。咱以前阮细汉时阵就咧讲，个建国南北路吼边仔这厝拢因兜的啦。是安怎柯敏信要去做兵的时阵，拍刊报纸，转来的时阵，因老爸讲，你去替这德国。小姐，你莫转来，是咧保护因囝呢，还是真生气？你认为？因为柯敏信伫个日记也是伊留落来文书内底，拢无讲到即个代志，所以这是当然是伊个查某囝可能听别人讲起啦吼，所以纪录片内底有讲是伊听到是安尼。若我家己的看法就是讲，因为柯炳伊嘛非常的清楚。战后的环境是啥物情形？因的家族其实伫咧政权交换时爱非常的谨慎嘛吼，所以我感觉若准讲我是柯炳，我可能嘛会建议柯敏信上好是离开台湾较好啦吼，因为我尾仔嘛是有伫咧档案内底找到，其实因的一家规个家族是有受到监视的。所以伫咧顶悬会使看到非常详细的厝里人的资料。因为柯敏信，所以规个家族。是因为柯敏信，是因为柯炳。因为柯炳。对，但是内底有写到柯敏信的代志，所以我感觉伊建议讲伊莫留在台湾是正确的，我感觉是。也有可能有这个原因啦。另外就是嘛有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讲。因为柯敏信回来了，同款甲陈以文先生有受到这个警察机关的监视嘛。这个讲法就是讲，伊无啥会使适应这款的情形，所以决定要离开台湾。所以到底真实是柯炳叫伊离开的呢，还是伊家己感觉伊若搁伫遮会出代志？这我嘛唔知影，但是就是讲伊的查某囝听到的讲法是。但是起码咱会当了解迄个氛围。是因为当初时，就算你要离开台湾，嘛都要厝里有一寡简单呢，你嘛有对呢，无像伊文先生，伊要出去嘛，无已经跑出去吧。所以我感觉这嘛是因为伊的家族的关系，伊才有法度伫迄个时间点，佮有法度去日本对，这是较特殊的情形啦。我相信
其他一般为西伯利亚转来的台籍日本兵是无这个能力会使，伫迄个时阵，搁转来台湾了，搁去日本，出境真少啦，应该是真少的情形。看你要摕迄本护照都无简单。是啊，所以伤过送伊就是伊直接就是无转来，这较好处理。较正常。但是若转来台湾要搁去日本的，我感觉这是较困难一丝啊。所以这是伊的家族较特别的一个情形啦。因阿公吼，咧讲西伯利亚的代志，伊讲吼有日本新闻纸通好看，吼啊宣传主义吼，即个资本主义呢，足老的啦，爱劳动，吼爱劳动才有得食，啊安尼共产主义哦较好来灌输。伊讲到即个物件时，伊咧讲的时阵是赞成还是无赞成？你认为咧？我进前甲访问的时阵，我甲问讲啊，你认为这对你有影响无？你有变作讲，你就认为共产党好无？啊，阮阿公伊就讲，因安怎讲我就安怎听啦。啊，我讲啊，伊有叫你做啥物无？伊就叫阮搬戏啊，啊，阮就叫一个面白白幼幼的做伙因的战友去搬戏啊，就装查某人啊，大家都笑嗨嗨啊。啊，其实我访问的时阵是安尼讲，敢若讲对伊无啥物影响。可是伫考导演的，还阁进前有人甲访问是，阮阿公是伫即个民主运动之下，伊是真惊讲你是支持美国的，哦，支持反共产党的，真惊互人安尼讲。哦，对。还阁有即个影响伫的。因为因当这时有一个惊吓，就是惊讲。互人讲因是反动的分子啦，啊，这个反动就是因的定义就是民主运动，因迄套才叫做民主运动。三合一的敌人。对啊，万一若互安尼定义的时阵，可能会影响讲因无法度互牵犯，心内底有真大的惊吓，其实是这部分，就是讲伊就算认为讲社会主义，因并无感觉迄是好的物件，但是伫咧政府内底，因唔敢表现出来，因为因为安尼无法度互牵犯回去。因为其实对我来讲，因唔知会互留伫遐偌久啦，唔是伤正反，伊可能判刑有一个讲你是关归档安尼，所以因唔知未来是安怎，所以只好像拄仔你行讲的就是，顶管安怎讲，阮就安怎做，所以会使讲因再转来厝的咯，对，因就是唯一就是想要平安会使登去，不管是登去日本还是登去台湾，离开这个所在就对啊。所以迄款思想教育，我感觉是非常的恐怖，因为伊甲你的未来会使转去厝里白做伙，所以不得不就爱就算你假嘛，就要假出来讲苏达良赞啊，社会主义赞啊，但是咱有看到马沙后上，其实伊后来伫日本的时阵，伊嘛是去参加这个社会主义的这运动去抗议。显然有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虽然伊唔是共产主义者，是不是？是，所以这是西伯利亚的政府较特别一个所在啦，就是讲因当初时真少年的时，15岁、17岁，因受的这个思想是效忠天皇嘛，啊，无想到讲，互苏联带去西伯利亚了后，因为社会主义就是反对天皇的嘛，吼，咱会使去思考，就是讲咱一直生活伫迄个环境内底，就亲像咱咧伫学校受的这个思想教育共款啦，所以加减会受到一寡影响。所以顾上伊家己有讲，伊嘛对这个天皇的思想，有感觉去甲伊怀疑安尼，所以倒来日本了后，伊迄阵啊因为社会主义者真反对美日的同盟嘛，伊就讲伊嘛定去迄皇居头前抗议啊，伊讲我伫咧内底。所以才会讲啦，伫咧政府也搁较久的这日本兵吼，因受的思想可能搁较社会主义化，搁较影响，所以才会演变去讲，这公司就无啥敢用的，因为你罢工啊，唔敢采，唔敢采用，所以我感觉你伫咧环境啦，2年、3年，甚至像柯秉成伊是超过4档的。我认为你要完全无受到迄个影响，可能有一寡讨论的空间啦。因为伊文先生吼，伊也有讲啊，劳动嘛，
劳动在咱的这台湾俗语内面嘛是有啊。那做龟就要称，做人就要柄。你有劳动才有通讨食，这听起来嘛是真事上的代志。你有观察你的阿公在生活过程当中有表露出伊对社会主义，佫毋是共产主义哦，社会主义一种向往，也是讲平常时的生活习惯，有啥物不同无？其实阮阿公伊是一个少爷，安尼讲上紧。所以讲，我是认为民主主义对伊的影响，因为伊是真重视迄个享受，所以讲伊毋是讲伊无精神的部分，但是伊咧精神的部分就是第一重要的是安怎生存活咧转去日本。因为其实他拄仔考导也有讲，苏联真侪人会参加民主运动，是因为苏联甲真侪人讲，你若是参加这，你有机会会使提早转日本。所以真侪人就参加，佫是有人参加了，伊发现讲伊困伊隔壁的，每一日拢咧操苏联的，比伊佫较提早转日本。真侪人就感觉讲，互欺骗，就无爱佫参加。这种情形嘛是有。哦，所以就每一个人的个性、运道、背景拢无共款。我佫补充一点是，嘛有迄种互洗脑足成功的，直接就住伫咧遐，尾仔伫人生，嘛有甲苏联的小姐结婚的，尾仔伫人生的上尾才转日本。嘛有人，要坐船的时阵，无愿意坐船；到日本的时阵，无愿意落船，佮跳船转来。无，就落船了，就开始伫跳迄个社会主义的舞蹈安尼，唱国际歌安尼，嘿，就真侪足精。这是伫日本的报纸拢有看出来。就我有看过朝鲜的纪录片，有真侪人留喺遐，娶某生囝后来转去就讲但是真趣味，有诶转去北韩，毋是转去南韩。对，但是咱他所讲的个人每一个个人累积起来变做一个历史，但是我感觉真可悲啦，感叹啦，就是讲台湾作为殖民地，朝鲜作为殖民地，那么柯导演在这个电影当中发出了一个大哉问，是讲安怎会要找一个台湾人的名？找一个朝鲜的名，遮困难着。历史到底是谁咧写，谁咧决定呢？咱先来看。そうですね。その台湾出身者、朝鮮出身者の方からいただいたこういう資料がないんです。持ってないんです。あともう一つ、もしもらってたとしても。日本のお名前でもらってたら僕らはその人たちが朝鮮人なのか台湾人なのかわからないです。纪念馆连苏联来的狗拢有展示，台湾人伫遮却无任何的记录。战后啥人值得互纪念，啥人无值得互关心。要互后一代什么款的战争记忆，由大国决定。其实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就知影讲这导演唔知唱什么代志伫。我即摆要请导演来讲来听。其实纪录片内底有看到我甲吴桑登去这个马日的纪念馆，这有就是咱汉语有这。有好啦吼，因为这是大多数的西伯利亚的政府上海的所在，对，上海的所在，所以遐有一个纪念馆。其实这个纪念馆，我带吴桑登去之前，我已经去过2遍啊。我早就知影，这内底根本无任何殖民地的资料啦，就是讲朝鲜的台湾人拢无写伫咧内底。但是我感受真深的，就是迄个滇南区有一位吼，是一只为苏联回来的狗的故事，有这骷髅。这骷髅是西伯利亚政府，会使讲是上尾一班船哦，甲这个政府做伙回来。但是这个骷髅伊当然唔是为什么满洲炸去的，是苏联的狗。我迄阵看到这个
这个展区的时，我是感觉足有淡薄仔悲伤，就是讲是面地这个不管是朝鲜籍的还是台籍的日本兵，而且一字拢无，但是苏联人来搞窟窿，而且有一个展区。去年是前年电影，日本有拍一个电影叫做来自雪国的遗书，内底个为着这段哇，大作文章哇，对，我就感觉讲啊，实在是。其实做有啊做无，会当写出来，有这个名无？其实我认为是安尼，因为这个纪念馆的讲法就是讲资料因无法度去判断讲这是台湾人还是朝鲜的人。但是，阮伫咧资料收的过程中知影讲，其实因任何要找一份资料有写出伫倒位出事的这个所在的资料，其实是唔拿一份尔。所以我感觉因绝对有办法去知影讲，譬如讲吴啥，伊是斗人，其实伊的迄个资料顶管拢有写。斗人份，只是要做甲唔做的代志，包括口本身的资料，就是有写伊就是台北。包括单语文的资料，都是有写宜兰，所以我认为讲这是一个借口啦。所以我伫纪录片内底有这个感叹就是讲，要做歹做啊尔。对，要做歹做尔。因为咱即摆到，因为伊无做这个调查，所以咱到即摆唔知影讲西伯利亚政府内底到底有偌真实偌济台湾兵。人对，上悲伤就是讲。因为我即个登去罗西亚时，有去找一寡，比如说譬如讲迄个日本人留落来的梦嘛，吼，咱唔知影即内底到底有台湾人无啊？不对，甲内面有台湾人。导演有甲我讲，若是互掠去，无法度倒转来，纪录片就要交互我啊。怎讲？有嘛对无？对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当然嘛是想要。借这个机会吼，大家知影这个代志啦，就是讲，我的感受就是讲，其实我尾也有甲这个柯敏信的查某囝，就是一个送因的姊妹，有搁登去一届嘛是的。哦。但是我迄阵的感受就是讲，就算因回来，因要去找爸爸的历史，伫这个纪念馆内底找无，所以这记忆就回去啊，就回去啊。所以伊的查某囝。徛起来也嘛方便。是，你找无一个，咱讲认同还是？若去甲何先生甲调资料，伊敢要互咱？会使，就是你爱就是你爱家己是亲族，就是像李行安尼，伊会使申请，但是我无法度替，我若要替别人申请，我就爱有即个同意书，爱授权哦。所以对我来讲，我要用我家己的力量去做这个代志。会使讲是无可能，所以我本来我伫咧研究的期间，我就有伫我家己的面册啊，是 IG 顶管，我有做一个调查的调查表啦，就是讲就是讲，你若有知啦，对，你来联络我，我会使代替恁授权，我就用我的方法去甲厚生劳动省申请，我有做过这个代志，所以我嘛是想要借这个节目甲大家讲。如果家己感觉讲，捌听过讲你的阿公，甚至讲你的厝内人有啥物士大人，有讲过这个代志，吼，拢欢迎。其实只要有伊日本名甲出世的时间，阮就法度去调这个资料。尾后因为阮伫咧知影讲，因为日本资料伊无做嘛，吼，所以阮尾后知影讲，伫咧美国的国家的档案馆内底。有128箱的资料，是迄阵日本兵上岸的时，迄阵是美军嘛吼，有对因所有的人做调查，所以每一个人有家己一份资料。阮认为典馆绝对有写出事的所在是倒。我其实伫 Silver Spring， 我有看过迄个档案名，无去掀起来。我相信这应该是找得到。是，所以即马就是有128箱伫迄个所在。这是一个真大的工程。但是阮若要用个人的力量去做这代志。伫美国有做一个国家保障的这个计划，我相信若是有心有志，台湾政府应该爱以国家之力去做。这因为啥物呢？这刷来嘛是要，互观众朋友来看一段就是入行
甲因阿公即个互动，啊，即个导演在边仔会观察，感觉吼，立行学者的出身，啊来写家己阿公的历史，啊乃至到讲这三代，这意识形态也好，还是讲咱对着国家民族的看法无同，得安怎得到和解？安怎会得到更较和谐的人生？先来看。当初是陈大哥出钱买摄影机给立行，咱才有法度伫即马看到单语文的影片。但是陈大哥从来毋捌看过。即天，陈大哥咧回答我的问题的时，立行拢无啥表情。我以为伊可能是为着要保护伊的老爸的形象，咧维持莫甲伊吐槽的态度。立行捌讲过，伊会去读历史，是因为伊感觉若有即方面的学问，就会使用来反抗伊的爸母。其实，陈大哥嘛是咧用伊读过的历史咧反抗单语文。这是台湾人的家庭定定发生的对立。他之前有跟你讲过这些类似的东西吗？这个完全没有。那你今天第一次听到他讲？对对。他都话吼，这个立行有讲到吼，讲你有搁找到阿公的新的资料。嘿对，因为我今年8月的时阵有去日本一抓，啊日本东京有一个公文书馆，迄是伫个江户城边啊，伊迄个时阵遐有一个展览，叫做战后80年。啊，我去遐，我有看到一个介绍讲会使去查为西伯利亚转来坐船的名簿。啊，因为迄展览是伫个1楼，啊，我就去2楼申请。啊，因为伫日本申请当然是真麻烦，我8月申请，我顶个月才摕到。哦。啊，内底都有阮阿公坐搭一条船转来。其实伊访问的时阵，一开始访问讲伊是坐高沙湾。国家迄个红，读啥？嘿，读到3个，国家迄个日本人讲哦，这是台湾的古名，伊感觉足亲切的。啊，尾啊，我甲访问的时阵，伊讲伊坐另外一条船叫做演训嘛，用华语讲就远洲湾。啊，尾啊，我伫写零下的时阵，我搁伫资料内底写讲，伊是坐信濃丸用信濃丸。不，尾三種講法，我要安怎？去決定是伊到底是坐倒一條船。我伫零下内底是应该是信濃丸。尾啊，我搁新的名簿要调的时阵，日本迄边讲信濃丸伫你内底写迄本的迄个船内底顶悬无你阿公的名。我讲无，换6月底演训嘛就看卖有无？啊，因就讲内底有，啊调到迄个名簿就找着，啊伊就寄来台湾互我，顶悬就有伊的名。对，而且有写伊就是宜兰，嘿，顶悬就写伊，阮伫个宜兰的以前的即个足迹安尼，嘿。观众朋友吼，千万唔通认为吼，重新去建构、去补足家己时代人过去的历史，啊，这恁兜的家己的故事安尼。我要请吼导演啊甲立行吼，最后这块时间你来讲。咱个人小小的这人生故事事件，对着整个咱台湾人安怎看待过去，安怎行向未来，有啥物意义？我认为这是一个建立共同记忆非常重要的代志，因为我拄有讲到讲我家己的出世的这个年代嘛，吼。阮常常会感觉讲，比如讲台湾到底是不是一个国家的这个大问题，吼？所以我感觉，因为长期安尼落来，有一部分的自信会因为安尼全无去。包括我伫个纪录片内底有甲我的后生讲到这个代志，对，所以我认为讲，其实历史毋是个人的，嘛毋是讲是干那专属于倒一个。党派啊，倒一个世代，这是咱台湾人大家共同的记忆。啊，可能因为政权甲战争的关系，所以这记忆呢变作4分5裂安尼。所以我感觉讲，
大家应该爱去思考这个代志，因为咱的共同的记忆若无较紧建立，这台湾的主体性，我家己感觉有一寡危险。哦，包括我家己较少年的朋友咧讲起这个代志的时，我感觉这个无共款世代的这个观念咧开始分歧安尼吼，所以其实做这部纪录片主要的目标，并不是讲要去详细讲这个西伯利亚政府的历史，其实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啦吼。为这个故事会使看出讲，为家己开始去做起。咱去了解咱家己的爸爸，咱家己的阿公，甚至搁较顶悬的时代人到底做过什么代志？啊无，咱是要咱把这个记忆传予咱的后生，咱的查某囝咧。啊，因是要咱传予因的孙仔，咱的孙仔甲嘿。所以我感觉咱无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代志。我感觉起码是一种对话，是不是啊？对啊。我的意见是因为导演头拄仔甲真侪会使讲的物件拢讲，啊，毋过我是受历史系出身的，虽然讲导演即嘛嘛是阮历史系受历史学训练的一部分对。啊，其实真侪人伫即个社会拢讲啊，读历史是有啥物效，有啥物路用吼。其实咱台湾人会甲读啥物，甲有路用也无路用，这两个看作共款。啊，毋过我是认为讲人。有的时阵，少年对历史无兴趣。我是认为讲，人一生一定有一个时间，你会开始想要知影你的过去，啊，是无就是你的厝的过去。我是认为这是人上自然会想要了解的一件代志。啊，了解过去有啥物，咱有啥物路用，上重要的就是讲，伊会互你知影你是啥物人，你应该变做啥物人。你若是无了解历史，人讲你是啥物人，你就是啥物人。啊，毋过这敢是咱爱的结果嘛，对无？我意见是安尼。变做敢若会伫生活，但是你其实你无家己的人权人格。对。哦，今仔日就真欢喜啊！邀请到两位来到咱节目当中啊，其实哦，冰封的记忆吼，爱去游去，爱去重新挖出来，会开出春花啊！大家会当对脑海当中哦，佫开始想讲，我是谁？我要行向倒位？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干界，感谢。